不会觉得进度有点太慢了吗？我吗？但是宁缺毋滥，不然当你怎么早就吃下去？他真的不可能，因为他有称赞我变漂亮，但是他真的在我心中就是哥哥，太诡异了，而且他过高啊，不行。所以现在是你主动是不是？没有，现在过去了，过去了但我有这样子，过去了我有这样子去跟对方说，我欣赏你，这样。哦，对，有一段时间了，到现在还有。结束了，因为就是不适合，对，不然觉得那是一个结婚对象。所以你说这个男生，你们那时候去年下半年大概相处了一下下而已，相处大概多久？可能1个月多就没了。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因为是在美国认识的啊，我去美国玩的时候，老外对不对？不是是华人，对，但他真的不是圈内人。不会觉得进度有点太慢了吗？我吗？但是宁缺毋滥，不然当你怎么早就吃下去？他真的不可能，因为他有称赞我变漂亮，但是他真的在我心中就是哥哥，太诡异了，而且他过高啊，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赶快找到新的绯闻对象。